Hello，我係洪老師，今日同大家講下排比句。點解我哋要用排比句呢？係啦，咁我哋主要係因為文章有一個重點，我哋想加強，加強情感表達，加強個氣勢，所以我哋要用排比句啦。我哋可以睇下孟子：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為大丈夫。咁你見到孟子重複講不能、不能、不能排3次，佢就要強調大丈夫任何環境唔會妥協。張愛玲啦，金鎖記：30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，30年前的人也死了。然而30年前的故事還沒完，完不了。金鎖記一開頭係講有一個30年前佢睇到一個月亮，最尾呢度講俾你聽呢個故事完不了，強調30年前。再嚟阿房宮賦，多於多於多於，呢度一系列嘅排比，杜牧想講咩呢？就係話俾我哋聽，阿房宮好奢華，多於多於多於。好啦，如果你下次作文有一個重點想加強，不妨試下用排比句。拜拜。